以弗所書第2章。頭擺，因為你哋犯罪，背逆上帝嘅命令，你哋對人性來講係死嘅。這時，你哋聽這世間邪惡嘅風俗，順從天界嘅掌權者，就是這下學自己道背逆上帝命令嘅人嘅邪靈。其實頭擺我哋也同佢哋同樣，放縱肉體嘅情慾，聽自家嘅私慾留意念去行，所以我哋同別人同樣，注定會受上帝嘅責罰。總係上帝有豐盛嘅憐憫，佢對我哋嘅痛惜無窮無盡。我哋嘅人性在背逆嘅罪惡中死脫嘅時，佢本我哋同基督共下生過來。我哋嘅得救係依靠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又本我哋在基督耶穌嘅生命中，同基督共下復活，同佢共下在天堂掌權。上帝按樣做，係愛對世世代代表明佢極豐富嘅恩典，就是佢在基督耶穌地位對我哋顯現出來嘅慈愛。我哋嘅得救係靠上帝嘅恩典，憑信心來得到嘅，唔係因為我哋嘅行為，係上帝賜本我哋嘅。既然唔係靠行為，我哋就冇乜嘅好誇口嘅。我哋係上帝嘅作品，在基督耶穌地位造成嘅，目的係愛我哋行善，也係上帝早就計劃愛我哋去做嘅。我哋出世就係愛幫人嘅，愛記得以前嘅情形。我哋本自稱受過割禮嘅人，就係記得用人嘅手在自家肉身行割禮嘅猶太人，稱作無受割禮嘅。這時，我哋同基督冇關係，係愛人，唔係上帝嘅選民。上帝對佢嘅子民所應許嘅契約，我哋冇分，我哋在世間冇希望，也冇上帝。我哋頭擺係離開上帝遠遠嘅人，總係掠下同基督耶穌結連共下，又因為基督流血來死，已經成全上帝咧。基督親自將和平賜俾我哋，佢使猶太人和外邦人合一，用自家嘅身體拆脫嘅開基督人格分裂嘅牆，佢廢除猶太法律嘅誡命和教條，目的係要本這兩種人通過佢嘅生命，創造一種新人來成就和平。通過在十字架上嘅死，基督除脫元素，通過十字架基本兩片嘅人創造一體，讓上帝和好。按樣，基督來傳和平嘅福音，本所有嘅人，包含而掠到頭擺離開上帝遠遠嘅外邦人，然後成全上帝嘅猶太人。因為我哋無論係猶太人，也係外邦人，攏總係通過基督，受強一位聖靈嘅感動，來到阿爸上帝嘅面前。所以，我哋外邦人無再係外人，也唔係上分人，我哋係上帝子民嘅同胞，係上帝一家嘅人。我哋同猶太人同樣，也係起在使徒老先知嘅體系當中。基督耶穌自家係活動結連嘅太陽，依靠佢歸錯建築就互相結連，漸漸擴大，創造主嘅升天。依靠佢，我哋大家也共下本其建造，創造上帝通過聖靈黑嘅素材，